大家好，歡迎返嚟閱讀講書人。今日我會介紹一本關於個人效能同習慣養成嘅經典著作《與成功有約》。呢本書嘅作者係史蒂芬·柯維，佢係美國好出名嘅管理學大師，喺領導力同埋個人發展領域有極高嘅權威。佢唔係淨係寫一本教人點樣賺錢或者點樣上位嘅工具書，而係從人類心理學同埋品格出發，探討真正有效能嘅生活模式係點樣嘅。你有冇試過呢個情況？每日朝早起身，時間表排到滿滿，一個會議接一個會議，回覆完無數嘅電郵，放工嘅時候覺得自己好似跑完馬拉松咁攰，但你問自己今日到底做咗啲咩有意義嘅事，你又答唔出。點解明明好努力，時間表排到滿，但係人生好似冇進步？點解好多成功方法都幫唔到我哋？我哋睇咗好多時間管理嘅書，學咗好多高效溝通嘅技巧，甚至報讀咗好多課程，但係生活依然係一團糟，人際關係依然充滿摩擦。呢個時候你可能會懷疑自己係唔係唔夠勤力，或者係唔係天資唔夠。但其實問題唔係出喺你嘅努力程度，而係出喺你努力嘅方向同埋底層思維。現代社會好流行一種叫做人格倫理，即係 personality ethic 嘅諗法。呢種諗法話俾我哋聽，只要你學識點樣包裝自己，掌握咗溝通技巧，或者用啲積極嘅字眼，你就可以成功。呢啲技巧聽落好慳力，好似有一條捷徑可以行，但作者話呢啲都係表面功夫。如果一個人內心係充滿恐懼同埋冇安全感，你俾幾多溝通技巧佢學，佢喺真正遇到壓力嘅時候都會打回原形。真正嘅改變係要由品格倫理開始做好，即係 character ethic， 誠信、謙遜、忠誠、勇氣、耐心，呢啲先係基石。你諗下，如果一個人口齒伶俐但係從來唔守承諾，你會唔會信任佢？所以我哋要改變人生，第一步唔係去學更多嘅技巧，而係要檢視自己內在嘅品格地圖有冇偏差。作者話，我哋每一個人都有一張地圖，代表咗我哋點睇呢個世界同埋點睇自己，但我哋往往將地圖同埋實際嘅地形混淆。如果你拎住一張加拿大嘅地圖，但你想去芝加哥市中心，無論你幾努力跑，你都永遠去唔到目的地，因為你嘅地圖本身係錯嘅。呢個就係佢提出嘅由內而外，即係 inside out 嘅概念。改變一定要由自己嘅思維同品格開始，唔係由技巧或表面行為開始。呢個過程無捷徑可以走，你必須願意去面對自己內心深處嘅盲點，重新建構你對世界嘅認知。咁到底乜嘢係習慣呢？書入面講，習慣係知識、技巧同埋意願三樣嘢嘅交集。知識就係你知要做咩同埋點解要做，技巧就係你識得點樣去做，意願就係你想去做。呢三樣嘢缺一不可。舉個例，你知你要做多啲運動先會健康，呢個係知識。你識得點樣正確去跑步或者做 gym， 呢個係技巧。但如果你心入面根本唔願意放棄舒服嘅梳化去做運動流汗，咁你就欠缺咗意願。只有當呢三樣嘢結合埋一齊，先會成為一個真正嘅習慣。除咗習慣嘅定義，作者仲提出咗一個好重要嘅成熟模式圖。人嘅成長係由依賴去到獨立，再去到互賴。依賴期嘅人就會話，你嚟照顧我，你嚟幫我搞掂，凡事都係其他人嘅責任。獨立期嘅人就會話，我可以靠自己，我自己話事，我為自己嘅結果負責。而互賴期嘅人就會話，我哋一齊合作，我哋可以創造更大嘅成就。好多人以為獨立就係人生嘅終點，覺得自己一個人搞掂所有嘢就係最叻。但其實喺現代社會，真正嘅高效能係來自互賴。一個人就嚟可以喺深山自己起屋種菜，但佢對社會嘅貢獻好有限。真正嘅成功係你能夠同其他人建立深厚嘅互信關係，一齊達成一個人做唔到嘅事。不過要達到互賴，你必先經過真正嘅獨立。你連自己都照顧唔好，自己嘅情緒都控制唔到，又點樣去同其他人平等合作呢？好多時我哋喺關係入面感到痛苦，就係因為我哋仲停留喺依賴期，將自己嘅快樂交俾其他人去話事。而以下落嚟呢7個習慣，頭3個係講 private victory， 即係個人成功，幫你由依賴走向獨立。第一個習慣，主動積極。作者話，人同動物最大嘅分別就係動物嘅行為係受本能同環境支配，但人類有自我意識，
可以喺刺激同埋反應之間作出選擇。主動積極唔係話你每日都要充滿正能量，或者遇到挫折都要強顏歡笑，而係你明白無論外界環境幾差，你都可以選擇自己點樣回應。書入面講咗兩個圈，一個叫關注圈，一個叫影響圈。關注圈就係你所有關心嘅嘢，例如天氣、經濟、社會發生嘅新聞、老闆嘅脾氣、人哋點樣睇你。影響圈就係你真正可以控制同埋改變嘅嘢，例如你嘅態度、你嘅技能、你今日食咩、你點樣對待你嘅家人。消極嘅人會將所有精力放喺關注圈，成日抱怨環境唔好，抱怨政府政策，抱怨同事唔合作，結果佢嘅影響圈就會越嚟越細，因為佢將自己嘅力量交咗俾外在環境。而主動積極嘅人會將精力放喺影響圈，專注於自己可以做到嘅事。你諗下，如果你喺公司遇到一個好難搞嘅老闆，消極嘅人會話老闆針對我做咩都冇用㗎啦。但主動積極嘅人會諗，我控制唔到老闆嘅情緒，但我可以控制自己嘅工作質素，我可以主動溝通，了解老闆嘅需求，甚至如果環境真係太差，我可以選擇轉工。呢個就係分別。當你專注於影響圈，你嘅能量會增加，你嘅影響力就會慢慢擴大。作者仲提到一個好重要嘅概念，就係我哋要為自己嘅生命負全責。如果一個人成日話係因為天氣唔好，所以我心情唔好，因為細路唔聽話，所以我發脾氣，咁佢就係將自己嘅情緒交俾外界去話事。真正嘅主動積極係承認自己有選擇權，即使係面對極大嘅困境，你都可以選擇用咩態度去面對。呢個時候你可能會問，咁如果遇到真係好唔公平嘅事呢？作者並冇否認人生會有唔公平嘅情況，但佢強調，我哋雖然可以選擇自己嘅行動，但我哋選擇唔到行動嘅後果。所以主動積極嘅人喺做決定之前，會仔細考慮後果，而唔係衝動行事之後先嚟後悔。第二個習慣，以終為始。呢個習慣講嘅係領導力多於管理力。作者話，所有嘢都會被創造兩次。第一次係喺你腦海入面嘅心智創造，第二次就係喺現實世界嘅實際創造。如果你冇喺腦海入面做好規劃，你就會俾其他人或者環境幫你規劃，咁你嘅人生就會好被動。點樣去實踐以終為始呢？作者提出咗一個練習，就係想像自己去緊自己嘅葬禮，想像下你嘅伴侶、仔女、同事、朋友，佢哋會喺你嘅墓誌銘上面寫啲咩？佢哋會點樣評價你呢一生？你係一個好有愛心，同時可以信賴嘅父母，定係一個為咗工作忽略咗家庭嘅工作狂？你係一個誠實可靠嘅夥伴，定係一個只顧自己利益嘅人？呢個練習嘅目的係要你譯出自己人生最核心嘅價值觀。好多人每日營營役役，爬到樓梯嘅最高處，先發現把梯放錯咗牆。以終為始，就係要你喺爬梯之前，先確認嗰道牆係唔係你真正想爬嘅牆。書入面講，每個人都有一個生活中心，有人以配偶為中心，有人以工作為中心，有人以金錢為中心。但呢啲中心係外在嘅嘢，一旦佢消失或者改變，你嘅人生就會崩潰。例如以工作為中心嘅人，一旦失業就會覺得自己毫無價值。作者建議我哋要以原則為中心，原則係唔會改變嘅，例如公平、誠實、尊重。當你以原則為中心，你做決定嘅時候就唔會因為外界嘅變動而搖擺不定。如果套用到現實，你可以寫一份個人使命宣言，將你嘅角色同埋目標寫低。當你面對重大抉擇嘅時候，呢份宣言就係你嘅指南針，幫你作出符合你核心價值嘅決定。有咗方向之後，就到第三個習慣，要事第一。呢個習慣係講點樣將你嘅使命落實到日常生活。作者用咗一個時間管理矩陣，將所有事情按照緊急同重要兩個維度分成4個象限。第一象限係緊急而且重要，例如危機處理，就嚟到 deadline 嘅項目。第二象限係唔緊急但重要，例如建立人際關係、長遠規劃、運動健身、學習新技能。第三象限係緊急但唔重要，例如無謂嘅電話、不速之客。第四象限係唔緊急而且唔重要，例如漫無目的咁碌手機、睇電視。好多人嘅生活都係被第一同第三象限牽住走，每日都喺度救火，覺得好忙好充實，
但其實呢啲係危機主導。真正高效能嘅人會將時間放喺第二象限，因為第二象限嘅事情雖然唔緊急，但係對長遠嚟講係最重要嘅。你諗下，如果你平時有做運動同健康飲食，你就少啲機會突然病倒入院。呢個就係將第一象限嘅危機預防咗。要事第一唔係淨係教你點樣列清單，而係教你點樣話控制同管理自己嘅時間。你要學識對第三同第四象限嘅事講唔好，騰空時間嚟做第二象限嘅事。簡單啲講，就係將時間投資喺未來，而唔係消耗喺當下嘅緊迫感入面。作者仲提到一個授權嘅概念，好多人因為覺得自己做快啲同好啲，所以乜都攬上身，結果搞到自己過勞。但高效能嘅人識得授權，唔係淨係叫人做嘢，而係信任對方，俾對方有空間去發揮。呢個先係真正嘅慳力，同時可以提升團隊效能。當你完成咗個人成功，做到獨立之後，你就可以進入公眾成功，即係 public victory， 由獨立走向互賴。呢個時候，人際關係就變得好關鍵。作者用咗情感賬戶呢個比喻，人際關係就好似銀行賬戶一樣，你對人嘅誠信、善良、理解就係存款，而你嘅失信、冷漠、自私就係提款。當你嘅情感賬戶結餘夠高，溝通就會好順暢，即使有誤會都容易化解。如果結餘太低，甚至負債，任何一句說話都可能引起衝突。所以喺講公眾成功嘅習慣之前，你要先問自己，你平時喺人際關係入面係存款多定提款多呢？第四個習慣，雙贏思維。呢個世界好多時都係一種零和博弈嘅諗法，你贏我就輸，餅就係得咁大，你食多啲我就食少啲。但作者話雙贏唔係一種技巧，而係一種富足心態 （abundance mentality）。富足心態嘅人相信資源係充足嘅，每個人都有足夠嘅機會，所有人都可以一齊贏。相反，匱乏心態 （scarcity mentality） 嘅人覺得別人嘅成功就係自己嘅失敗，所以佢哋好難真正為他人而高興。就好似喺職場上，如果你同另一個同事競爭一個晉升機會，匱乏心態嘅人會唔俾對方睇自己嘅資料，甚至暗中破壞。但雙贏思維嘅人會點？佢會明白，就算今次我輸咗，但我喺過程中學到嘅嘢同埋展現出嚟嘅風度，都係對我未來嘅投資。而且如果對方真係更適合呢個位，對公司整體係好嘅，公司好自然會創造更多機會俾有能力嘅人。書入面講，人際交往有6種模式：雙贏、贏輸、輸贏、雙輸、單贏同埋無交易。有時候如果真係唔到雙贏嘅方案，寧願好聚好散 no deal， 好過勉強合作導致雙輸。雙贏係需要極大嘅情感成熟度，你要有勇氣表達自己嘅利益，又要可以體諒對方嘅需要。如果淨係得勇氣冇體諒，就會變成贏輸；如果淨係得體諒冇勇氣，就會變成輸贏，即係自己委屈自己。只有兩者平衡，先可以達到真正嘅雙贏。有咗雙贏嘅心態之後，第5個習慣，知彼解己，就係溝通嘅關鍵。作者話，我哋通常都唔係利用聆聽去理解對方，而係用左聆聽去回應對方。對方講緊嘅時候，我哋個腦已經喺度諗緊下一句要講咩，去反駁或者俾意見。呢種叫做自轉式回應。我哋成日用自己嘅經驗去衡量別人嘅處境，急於評估、探查、給予意見或者詮釋。真正嘅溝通係同理心聆聽。你諗下，一個眼科醫生如果唔檢查你嘅眼睛，就將自己戴開嘅眼鏡俾你，話呢副眼鏡我戴咗10年，好清楚教你戴啦。你就咁聽可能會覺得佢好黐線，但現實中我哋成日都做緊呢個眼科醫生。我哋成日對人講你應該點樣點樣，我以前係咁做㗎。知彼解己就係要你放低自己嘅眼鏡，去睇下對方睇到嘅世界係點樣嘅。例如當你嘅伴侶返到屋企抱怨工作好辛苦，試下唔好即刻話你不如轉工啦，或者話大家都係咁辛苦假啦。你應該係用心去聽，感受佢嘅疲憊，回應佢話聽落你今日真係好大壓力，好辛苦。當對方覺得被理解之後，佢嘅防禦機制就會降低，呢個時候佢先會願意聽你講。只有當你真正理解對方，你先有資格被對方理解。先聆聽後被聆聽，
呢個順序係唔可以調轉嘅。如果大家一開始就各執一詞，淨係想對方聽自己講，咁溝通只會變成爭拗。第6個習慣，統合綜效，呢個係7個習慣入面最高嘅境界。簡單啲講就係1+1大過3，統合綜效唔係妥協，妥協係1+1等於1.5，大家都要放棄一部分。統合綜效係創造出一種全新嘅，比大家原本嘅諗法都更好嘅第3選擇。點樣做到統合綜效呢？關鍵在於尊重差異。作者話，如果2個人意見永遠一樣，咁其中一個人就會係多餘嘅。差異就係創造綜效嘅原材料。你諗下，如果團隊入面個個都係做 sales 出身，大家諗嘢嘅方向都一樣，遇到財務問題嘅時候就會卡住。但如果團隊入面有 sales、有財務、有技術，佢哋雖然會有摩擦，但只要佢哋能夠用雙贏思維同埋同理心去溝通，佢哋就能夠結合各自嘅專長，多一個單一孫長居唔到嘅解決方案。呢個時候你可能會話，咁如果大家價值觀完全相反，咁點算呀？作者話，呢個時候反而係最大嘅機會，因為當你能夠同你完全相反嘅人合作，並且創造出綜效，你就會突破自己嘅局限。統合綜效需要極大嘅安全感同埋開放嘅心態。你願意承認自己嘅睇法可能係唔全面嘅，願意接受人哋嘅觀點去豐富自己嘅認知。呢個世界好複雜，冇一個人可以擁有所有答案，只有透過同其他人互動，先可以見到更完整嘅圖像。第7個習慣，不斷更新。作者叫做 Sharpen the Saw， 即係磨利把鋸。書入面講咗一個故事，有個人喺森林見到另一個人拼命咁鋸樹，但係好慢。佢叫嗰個人停下嚟磨利把鋸先。嗰個人話：我冇時間磨鋸啊，你睇我鋸得幾辛苦，我邊有時間停低啊？呢個就係好多現代人嘅寫照。我哋忙到冇時間去照顧自己，結果效率越嚟越低，身心都出現問題。作者話：我哋需要喺4個層面不斷更新自己。第一係身體，包括運動、營養同埋休息。你冇健康嘅身體，所有嘢都係空談。第二係心智，透過閱讀、寫作、學習新知識嚟保持頭腦敏銳。電視同埋短視頻雖然可以放鬆，但過多會令心智麻木。第3係靈性，呢個唔一定係宗教，而係你點樣去尋找人生意義，可以係冥想、接觸大自然或者欣賞藝術。靈性更新可以幫你鞏固你嘅核心價值。第4係社會情感，透過服務他人，建立深厚嘅人際關係嚟提升情感安全感。呢4個層面互相影響，你身體好，心智就會清晰，靈性滿足，同人相處就會更平和。如果你每日抽1個鐘去做呢4個層面嘅更新，聽落好似要花好多時間，好奢侈，但其實呢個係最慳力嘅投資，因為當你把腳夠利，你做任何嘢都會事半功倍。呢個係一個持續嘅過程，唔係做一次就夠，而係要成為生活嘅一部分。睇完呢7個習慣，你可能覺得好似好簡單，但作者話呢7個習慣唔係7個步驟，做完就算。佢哋係一套思維方式，一種生活哲學。改變係漸進嘅，唔係一夜之間就做到。由依賴走向獨立，再走向互賴，需要時間同埋耐心。好多時我哋睇完書會好熱血，想立刻改變所有嘢，但幾日之後就打回原形。呢個時候唔好氣餒，因為習慣嘅養成本身就係一個不斷試錯同埋修正嘅過程。你諗下，我哋由細到大養成嘅壞習慣係幾十年累積落嚟嘅，點可能睇完一本書就立刻消失？所以要接納自己有時會失敗，有時會打回依賴嘅狀態，但只要你意識到，你就可以重新選擇，主動積極。呢本書最寶貴嘅地方，唔係俾一條即食嘅成功方程式你，而係引導你去思考想成為一個點嘅人，同埋點樣一步一步咁行去嗰個方向。我哋唔需要完美，我哋只需要持續更新，每日進步少少。呢7個習慣係互相關聯嘅，你冇辦法淨係做一個而忽略其他。例如你冇主動積極，你就唔可能真正做到以終為始。你冇知彼解己，你就冇辦法達到統合綜效。佢哋好似一個生態系統，互相滋養，共同構成一個完整嘅人。當你將呢套思維內化，你會發現你面對問題嘅時候，會多咗一份冷靜同埋清晰。你會明白到你永遠有選擇權，
你可以選擇用更好嘅方式去回應呢個世界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，記得 subscribe 我哋，同埋留言話我知你對今集嘅睇法啦。下集再見。